那边ăn nằm mò, non dậy chi, ba tên à. nói ăn dậy chi đấy. Em mới bây giờ rồi, nhìn nhìn nào cái này. Nằm mò.是想听到滚闹呀，那不热嘛。那我今我弄跳给你。你看看，还比是吧？呀，妈的装不下了，放一条。啊，你装不小了，装点小。哎，弹个，你事情那个弹伞。来，你真妹妹跑怎样？老姐，瞧。hay mày mày đi à của. À, thôi mày nè cửa. Xóa你嘛东西，都吃着甜的东西。哎呀，你不尝试酸呀？不是这个。还没讲也就算了。那本没。Nó mỏ. Non dậy chi. 我家那话盖呀，节目这么古台哟。去呢？啥叫哈？我家人家也是啊。你看你整这个样子。给我吃2年。哇，好了。多少包？那个是配。你看没弄的呢？太想给他吃饱了。你没心小强吧，你们吃饭都讲那么好啊？慢吃，我们吃。汤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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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不会说。你อยากขอตู้ขอซื้ออะไรก็ได้ 那么。那么汤热。那人家几瓶啤酒了嘛？汤热，人家汤热。不能问你了。你问听到你汤热。你要姐姐你呀？Với nhau chị bị no, với tôi nãy nó mỏ. 尝呢，够了这个。Nhà nó trở tay chín giấy non, cả mỏ tôi nó no.他们都别闹了。Nó phía trước là. 你弄起都这样，你没得喝干。一股一瓶。开我。开你一股一瓶。好哩红米啊！那里那毛，那里那贼。不接这个手，我接。最懂。听懂？为什么你听不懂？最懂。冰啊！这边有摄影的。他们也个吃点摄影的。我们摄影里面呢。专门去摄影师了嘛？那天我们去跟这些5万年还有几瓶了。
对呀，快点。在肚子上。你穿工业啊？你家公爷几点拉到啊？3月3根是。然后那个把那看门嘛。然后弄拿去我和你给木墩去拉筋了呢。工业都不行，人家说太好。没有带进木多，墩去拉筋了。你看我怎样？我抬着吃来。哎呀，我看那个电视了，给你们煮了。啊，人家有说啊，你知道人家考试。人家有说啊，他妈的抬鼻子。你抓给炒那个电视吗？外面打，洗澡。外面洗澡嘞。如果咱咱人要毛的，吃人家就可以嘛。我的是你俩吃，我都不敢买老子。我就说你不吃老子，我都不敢。哦。今嘛来开一瓶的分，看嘛，你们喝吧。我的嘛，我跟我家这不是钱。我要一杯。哦，牙齿不好哎。要吃八角。把脚可补。八角不发酒。不划算啊。不行的。餐就会记得。你牙齿不好，叫贝贝子多些好睡觉。有筷子都不行嘛。没呀，还拿嘴巴咬嘛。好像没不讲多了。你不是不吃辣椒？会演技的很。这个毛拉面不大老，小米辣辣的很，吃一点吃不多。无奶瓶的有钱呢？嗯？无奶瓶的有钱呢，你们信不这个？你们喝自己来倒。倒你嘛。倒一锅呗。哦，我要嘛吃饭，我管你们东东。我要嘛吃我鱼，小的冷了不好吃。你家公爷不吃这个？我就很，他说吃起毛饭很，他喜欢毛饭。也不菜骨头多很，嗯。